日期11月21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稱謝嗰獨行大奇事嘅，因佢嘅慈愛永遠長存。詩篇136篇4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嘅慈愛係本為美好。獨行奇事嘅主上帝啊，你做大事不可測度，做奇事不可勝數，諸天都要稱讚你嘅奇事。但願人因你嘅慈愛同埋你向人所做嘅奇事都稱讚你。你係賜恩俾我嘅主啊！我要喺列邦中述說你嘅榮耀，喺萬民中述說你嘅奇事。你係救我哋脫離死亡嘅，有乜神像你？赦免罪孽，饒恕我哋嘅罪過，唔永遠懷怒，喜愛施恩，願你嘅憐憫唔好離開我哋，將我哋嘅罪孽踏喺腳下，又將我哋嘅一切嘅罪惡投於深海。求你用誠實及憐憫向我哋施恩，因我一生嘅年數喺你面前如同無有。各人最穩妥嘅時候，真係全然虛幻。世人行動實係幻影，佢哋忙亂真係枉然。我嘅主啊，我嘅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脫離一切嘅過犯，唔好叫我受愚頑人嘅羞辱。你係創造我嘅，求你寬容我，叫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。因你嘅慈愛係永遠長存嘅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